今日買咗一斤好新鮮嘅魷魚仔，用佢嚟煮西芹。今次先用水將啲紅蘿蔔煮軟身少少，然後加入西芹，最後加埋啲西芹葉入去，稍微焯一下就可以出鍋備用啦。用返同一鑊水，將啲魷魚仔加入去，稍微飛一飛水。買魷魚一定要買白身嘅，如果變咗紅色，咁就唔新鮮㗎啦。跟住就爆香一啲洋蔥，加入少少鹽嚟到調味，跟住就將剛剛已經飛咗水嘅西芹加埋入去，翻炒均勻就出鍋備用啦。用蒜蓉起鑊，加入啲魷魚仔，煎香一下。雪櫃裏邊仲有半隻甜椒，所以就將佢切絲加埋入去，翻炒均勻之後，灒少少燒酒，加少少生抽，再加少少 XO 醬，翻炒均勻之後，就將剛剛嘅西芹雜菜回鑊，最後加入一個蠔油芡汁，煮熟翻個芡汁，咁就完成㗎啦。呢啲魷魚仔雖然性價比高，但係處理嘅時間比較耐，唔得閒就唔好買啦。